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嘅节目。礼拜四咧，过年咧系咩？当到嘅乡亲朋友都用两段时间好好地要下来变数，啦要下种到强强力力。不过有人会发现冇，个变数过后，系咪俩胃痛？系酸痛然后啊，系用只是只有点收爽吼，有点痛，到底系做埋个安样呢？你变数要注意嘛嘅事情，大家来分享你今嘅来宾其实来一次护理突然之间嘅护理治疗，靠嘅喜人不注意，分享注意。大家好，我係喜人配到今日東方醫來到了，大家新年恭喜啦吼。不過按新年過年時間，我下會兩所嘅時間，用半夜每來訴訟，今日來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做得，做得吼。你講到過年嘅變數有冇？講到收爽，可能有當到鄉親們知道嚇。變數也會收爽哦，有錯冇？有。其實咧，可能該冇收爽嘅時候，你變數冇當認真，可能你只是當認真變數。不過當你當認真變數，就係該當衝該假期啊，賴出來啊，係冇所以拍好個嘅地方。該變數過後，大家是知道啊，當甜心啊樣，其實有當你可能因為咁樣錯爽，所以讓大家來講下，當你該。整間然後講你肚子，然後拄到動到因為變數，啥重新改送回冇？像按講到變數吼，平常時應該做得咁講啦吼，因為按講嘅時間，平常時係做事啊吼，冇時間做啲變數複合嘛吼，所以講嘅時間你睇不一下變動到，變動到嘅時間吼，按講到像按肌肉疲勞吼，你下就會出現啦吼，因為平常時可能嘅嘛冇運動嘅習慣。冇運動習慣，按緊跳冇買有力啦吼，按講耐力嘛冇啦，冇啦嘅時候，你平常時做動作擺嘅時候，該按講做啲講到從累積性的肌肉傷害。我愛啲意思是係講，比如講你擦地好咧，米體內，比如你要米下冇感覺，係講你我下有冇1溜、2溜、3溜，係講做那個透天的有冇？該動作，你緊要米。你注意的意思是講，你的動作是一致的，你的動作會強壯，而且你走動到白，就是你走動到白過後，你就發現基本肌肉酸痛，筋肉酸痛。因為嘢是咁樣，因為做動到白，因為嘢是姿勢唔好啦，姿勢愛做得本大家看一下，用半嘢攞來下啦，吼，我愛示範一下。做得嗎？做得。好，你一從拍攝啦，填充去做一下。好。像平常時按你攞來下嘅時間有冇？錯。平常時穿按穿按用攞來下嘛，萬身嘛吼。係啊。你講你係兩個有冇？係。兩個萬以內咧。唔過你看從兩機有冇？用來下嘅時間對我來講嘅時間。長短。好，所以講你首先你老李吼調整一下，調卡過來。好。一下從按用嘅時間，你就做得。較好施力，好，靠是還有一點吼，按用攞來下時間啦。平常時你可能愛動作，按用萬身時間，過兩個從彎以來。好，你冇聽到，你意思係講你現在的背後該兩個是彎的，所以不可以，要不給去。做唔得，好，你做你用慢做吼，從你啱來示範一下，你做得老人家示範好，錯個後背。箍下來，好細膩，箍下來時間，你用做嘅時間吼，你看按兩個手放切的，唔會彎。所以是講到不下米體內時間要注意兩個切，兩個切，做唔得按用飯點，你按用飯點按用弄那下時間有冇？感覺沒怎麼樣，還好啊，他剛講冇用啊，可是其實做唔得，因為時間較久嘅時間，可能因為按用講到從椎間盤突出有冇？嘛可能就會發現啦，吼，緊跳按兩片小肌肉啊，還有韌帶啊，嘛會按用時間好久嘅時間，就會賴到。剛剛問你，東你講，基本你照顧很痛啊，從咪體內咪滾，你是不是這原因？是按用感原因？普通嘅係按用啦，係因為你一下做鐵道嘅嘛，你萬事按用做，而且姿勢又冇標準啊。錯，所以關鍵是。
向前没有关键是嘿，你莫本一架太弯，因为那个米田的东西赖动，你一架给构图，尽量不应该两个微去切，所以主应该可以呢，就是一个嘛，就是你一定要不应该微去都好像切，是安用你。其实还有一张原因是讲，譬如你的促送然后酸痛然后，是因为你平常没有运动，因为你的肌肉动少运动，比如你这样子宽动冲改东西，比如你很少用，你一宽那里啊，这里就。就像安弄那是叫肥筒嘛吼，肥筒嘛强用啊，肥筒普通安肥筒都那下嘛，普通安用慢点老给那一来，那就哭哈伊嘛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那腰骨嘛强的饭点，好强用，你做的用慢点做，好，是不要往后，是不要往后，然后哭下来，你哭下来时间，按你的腰骨而且要直，好，棒切，还用你的太脚臂起来，用脚的力量，用脚骨盖力，用脚骨力，好，安样是卡做得，哎，安样咱们会绕骨三度，错，难怪遇到该同时遇到公演台表手过后，佢表手过后冇容易，我是打电话来讲，佢基本要强干，我讲你怎么会强干？佢讲绕骨酸痛，唔系。其实没有让棒斗是完全不能动，我爱在想可能是因为比如你的水桶感时间好冲感时间一直受伤嘞，所以其实主人刚才很简单到大家来讲，我做个小整理哈，意思是讲，其实你大家有发现吗？不论你做嘛个事情，是讲绕骨有关系，最重要个事情是你的两骨会不会切。两骨也不会切起来，好唔会受伤，懂吗？你现在可以在好简单嘅一种图吼，两种图是讲，跟你表手改世界用因为热风，譬如提前表手之前要先暖身。会啊，因为你的关节要润通强融，因为你莫落去先热身起来哦，腱条把抗硬搞啊，你硬搞的时间，因为那东西透东西的时间，所以卡冇风片，所以大家係講，其實表手之前係先做暖身運動，貴扎煙刷杯好送掉哈，係天意總得累積鐵大量嘅表手嘅投入，就是你要分批，總得造型做到硬不然用信息總。最後是全家人強下做啦，冇自家以啥做啦。係，其實我哋講講嘢辦動創嘅。東西也是用太極比較去用的，家下要講唔到。比如講家下主人要來做個示範一下。太極比啦，用太極比，係是不錯下後背，箍下來，手骨一記數，可能一攬起來，卡ขึ้น一點，卡ขึ้น一點，兩記手骨，還有半點。我覺得主人很可愛，主人很可愛。我覺得有三步驟，上步驟我都已經背起來。第一。膝不往後挺，就箍下來，箍下來腰打直，然後用大腿的力氣抬腳比較低頭。因為按講，做咩彎腰骨啦吼，兩骨冇彎等，彎到哪位？按你髖關節，髖關節有彎下，你看我髖關節有彎下，但是我腰骨全冇挺痛。我這個沒有發現，所以講，按樣箍下來時間太腳比所以出力，出力時間要起來。我要等下教觀眾朋友在動衝然後改那個你講深蹲的動作哈。你咋個來講哈？30分鐘時講來伸展一下10秒鐘，你走誰走好30分鐘稍微伸展一下，好嗎？因為按講啦，然後按總得一隻姿勢哦，做踢球啦，去踢球哈，你。做到差不多30分鐘，輕痛一下，來慢慢緊，還用較好。好，還要搭配要用好粗嘅工具啦，係啦。之前剛才講嘛，剛才講拖把鐵棒，就落去做好沖掉，好搭配適當的護具，這個有人可能腰椎可能有人退化嘛，因為按講護腰，還有護膝，對，係講全做得。如果你係習慣。就是用切頭動，有米體奶切頭還是要護具。主要是莫按用走，因為按苦等，你切頭會動干苦。所以不要。最尾係你老太教你講吼，你家下經講太極比嘛，錯唔錯？你還可以訓練自家嘅核心肌耐力、核心舉持。主席是要幫我們示範一下，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。是不是？吃寬啦吼，因為老人家冇一嘛咩講老人家。後生音唱強容，因為像我見面我時差來，我未行路來，大家唱坐車、坐電梯、
夯炉摕少的吼，所以讲太极比贵身的肉全部卖力的，好，冇卖力时间，俺大腿吼，大腿的肌肉做在讲从人的第2颗心脏，对，好，所以讲俺做在练大腿的肌力，从俩深蹲吼，这个姿势很标准，你走在治水动标准，就是。你做咧做不下时间，你背弄平定，吼，啪，吼，做咧安样做，冇你系讲没有啪，冇啪时间，你会捆田石嘛，对吧？好，你捆田石，你做咧安样扶定你碰定，好，那只定来扶定箍下来，慢慢箍下来。大家不要抬杠冒水口聊的动作，聊动作其实会松解。嘿，用你师傅也紧挑肉吼，去起来，太极比起来，是讲要慢慢箍下来。你切挑吼，莫箍摕太低啦，摕大吼，因为你箍摕大时间，你膝关节就会卡出力啦，哦，压力会卡太，所以不能太低，所以你可能去改姿势，其实它没有蹲得很低，从毛哈，你可能去改脚图，所以是想改下，你走步还是讲用这种等你就可以像主持人用半呢，慢慢箍。主任，我们示范一个好吗？我们示范，慢慢箍下来，慢慢起来，做失败。所以你1摆，你咋个做2摆？做失败，2摆，第2。好，咋个做1摆？3个虐待主任，所以要走是走10摆。10摆，要走几次？最好走3度。好，所以乡亲朋友大家有听到，所以简单来讲係1擺要走10擺，還走上領。所以簡單來講是係30擺。所以做得係咪會出汗咯？嗬。會哦，還有哦，像安扶定的時間啊，起碼做得2腳尾啊。墊腳跟，安強，2腳尾，安尼強咱兩肉啊，強肉安行路啊，會爬山啊，你會起登以來啊，腳尾，那較高以來，吼，你強咱肉就較為有力，吼，你是做得強肉，一做10擺，做3度，2，錯，怎樣做？3，走10擺，還走上領，還有這樣，還有講一下拍攝。大家你有發現嗎？其實主任的臉已經有點微微的冒汗，有一些意思是講，其實不要小看這個動作，它非常的友好，而且它其實真的是訓練你的肌肉感力。主任講提上重，按有原因的吼，2片按師傅2片肉吼摸力，按講2講臀中肌啊吼，靠摸力的時間吼，你做咧俯臥點。好，溜箍下來一點點，我先做掌樹邊然後掌腳，用打開來，慢慢下來，打開來，慢慢下來。強壯係做10擺，3度。哦，兩隻腳分開來，慢兩邊，咁樣做。2、3，很棒哎。看起來很和緩，可是也是練習在右拍腹。還做得，你訓練時間要拍攝。唔係非常好。訓練時間你做強壯俯臥，你做腳骨卡過以來，你做持拳哦，你按用卡以來做2分鐘持拳啊。馬上流汗，兩邊流汗。係，兩是因為心肺耐力、太極比嘅勁跳肉哦，就會較有力。哦，好，主音搶錯，什麼主音？大家都講吼，其實太極比較力係聽你只順從，因為你部門搞動到解欣賞咯，動到解物理治療是主講，其實太極比對你來講非常解重要，太極比較力啦吼，所以家下做要朝對於時鐘嘛吼，而家係箍兩腳尾側邊的嘛，對不對？係冇是係直接抬腿時鐘，所以1擺走10。一種姿勢就得走10擺上領啊樣樣吼，所以其實對大家嘅訓練非常嘅重要，嘅動重要，還有乜嘅要注意？你聊下，等下就嚟講。基本一到放一走的繞牆到類似普利突然之間物理治療，靠介注意，起注意來到兩片咯。大家來講吼，其實講嘢病數嘅時節多，大家要注意埋事情。其實因為講嘢你特別來強調係講嘢，佢平常時時要注意。像上堂節目注意要為大家來示範動到介姿勢，冇強介姿勢像係
哭啊，然后侧抬脚啊，掠到东西，其实掠到非常嘅主要，平常时有基本上来训练，唔係公園做事直接上來訓練。其實簡單來講是本意嘅腳鼻用力，其實是係啲意思，哈。簡單來講，上同人啲節目你廣告嘅時間，大家你有發現冇？你注意嘅頭腦又開始有橫住咧，因為什麼？大家這就是重點。大家會知道講，你也冇做嘛，你也冇做哦，為什麼有好？因為其實肌耐力的訓練是很重要的。因為我開始有疼痛的時間，按緊條會上喐嘛，會上喐，按講啦吼，因為人要生活，人要活就要動。活動然後所以講，因為疼痛，冇疼痛，你嘅筋條就會催化。所以講，你好，台灣人動到老人家，還有一張片，按到肌少症。肌少症開始按到你嘅筋條肉啊，它變冇咧，全變到像脂肪。好，你可能太強，但是冇力，冇力嘅時間愛練，像家下愛練一下，你可能愛。開始流汗了哈，好，運動之後，很動重要，所以你運動很會神。哦，錯，呢啲係神人來講，大家就會知道講，為什麼呢？呢你係講，其實你係上癮到流行去運動中心，去健身房哦。譬如講，咁我記得健身過後，健身過後記得咪做乜嘢事？譬如說高蛋白、蛋白質，意思係講食兩件事情其實非常嘅重要，尤其係嘛嘅咧，譬如說蛋白質的攝取，錯冇？這件事情非常嘅重要。你一譬如有一隻好簡單嘅圖，簡單啦，大家都分享一下。譬如講，大家就咧看到嗬，譬如選講咧，好冇按好嘅，好係冇說淨從最大嘅細 Q 係嘛嘅，係講呢係。還有不同個中老年人係冇是不同好睇嘅，比如你係有心臟感應，嚇，又係講哇，你是一個運動選手，所以一般來講，簡單來講，你啊土本大家來講，可能係結重50公斤，然後60公斤、70公斤、80公斤，大家就咧對一下，你體重40幾多，我用我好了，好吧？比如我可能係52公斤。好，所以我可能一日最大我每40公克到50公克嘅蛋白質。簡單來說係咁樣。但是因為疼痛，運動啦。不是說不要吃，不是說不運動，每天只吃蛋白質，那樣子只是變胖而已，對不對？因為動動人啊，講台灣人講養生啊，養生的時間全是動到維生素維他命啊，對，還有那個動到個保健食品。因為想一件事情啊，你身體冇疼痛的時間你食到嘅東西全用唔到啊。哦，是這樣哦，係咁樣。唔會用動到啊，因為你冇疼痛啊，你冇活動量冇拿，所以講你嘅筋條唔會上喐啊，你嘅血管唔會所以講循環唔會硬化，所以講你食到嘅東西啊，可能嘛用唔到就多啦，所以一定會疼痛。所以簡單來講是係，當重要嘅。講200，意思係講你食嗰啲保健食品，因為加潤頭，冇潤頭嗰啲東西食，它可能沒有發揮到最大的效益，是這個意思。那大家就會講，哇，你說得好難哦，你40公克、60公克，我來第幾度？好，你簡單，好，這個是簡單，然後大家來分享，比如講雞腿蓋鼻啦，大家講雞腿，等一下。我小時候學校不是應該是讓我媽講雞腿，我媽談唔是蓋鼻，你這台蓋鼻。220克長豆豉油40公克嘅卵白質，豆腐、食物、牛奶、卵，所以一般都會講係講，其實一般人沒有認真吃不了這麼多錯，那主任你有嗎？你有嗎？你看是不是？其實沒有那麼容易，錯嗎？好，你可能你係講令上8就是好性嘅牛奶。也才10克，可是你看，剛才我算從我，我最低我就要40公克，而且如果係講我係潤透量太緊要，我還好多，哇，這突然聽起來有點心驚驚哎，看起來。因為啦，我感覺從啲東西你做做強調營養師啦，因為從啲食物，因為按運動均衡飲食，均衡飲食。強調營養師來，這個只是一個大概，然後大家的分享。簡單來講是係講，
就是润通血软拍子，嘿，唔系润通过后是配猪肉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蛋白质的补充，非常该重要。好，你系根本跟简单到大家的分享诶。不过你底下讲到，比如讲，你刚才讲到变数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要提醒哈，而且有龙吟家底下。大家都咪讲啊，要行路，其实行路到润通冇买强用，其实还是要训练一下肌肉。但还有一只是，而且龙吟家很怕跌倒，所以好像你系讲变数，好够改提防。哦，该会注意哦，因为动到龙吟家，因为狗因为大便洞穴的时间，因为洞穴卡过啊，过除那下落的时间啊，你总得去那只电啊，那只矮电啊，就去送伊哦，该动物一项，因为安尼龙吟家吼。平常时去年的平衡能力是较唔好嘞，因为像我刚刚讲，安龙吟家差不多你20%哈，给安讲到肌少症，肌少症它会影响到你的平衡能力，所以平衡能力唔好的时间，龙吟家你去下过的时间，你可能就会对到，该对到就动不影响的事情。后上因对到感觉好像还可以。强用哦，一样。强用，所以讲，安因为去过以来。身体最好用于脑筋填款。因为我爱一个想法系安样啊。其实我觉得你讲你系轻量是莫，我觉得你真的不要爬高，我觉得这太危险了，尤其是龙吟家。系讲你只是不可抗力，你听说有安样嘢，身体有一定会用因龙吟电敷电。我觉得敷电还不是最重要，我觉得要保护你。对我就是要随时。好像要把你这样子保护着保护呢，莫不你跌下来。我而且我了解是动床，像我是讲系讲的，骑好够个提防，那上个屁又冇用得好当够，然后你以为骑到个电梯当好吗？那电梯很可怕，会这样子摇一摇。其实是因为，其实不是电梯不稳，因为主人公我们自己的平衡力，所以景星一趴过一些要有家人在旁边，随时帮你扶能保护着，对不对？你下非常该从了，还有，讲到你好，大家还有，你讲变数做唔做？还有一种唔系变数，豆腐下做埋咧，公园大家会做埋个打麻将、搞牌，系冇事系时差追剧，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哇好舒服，在家里哇，没有其实它还是会造成伤害，从吗？错，昨天讲。主持人示范一下，好不？我吗？好，走的。你吃款哦，你俩臭掌的时间，你俩老人家水果卡过以来。好，走的。走的哦。卡过，臭掌卡过。臭掌卡，按用走的吗？可以。走的好。还蛮舒服的啊。好，表下来。我要伸展一下。好，你俩按模拟示范款啊，弯腰驼背，按追剧时。可以，弯腰驼背就会做臭捧能臭得很舒服。弯腰驼背，然后驼背。你看你手骨找个卡过以来，比较吃力。又感觉卡的感觉。很卡，我其实很吃力，就是很卡。好，听说我又同时会卡起来。错，因为按臭捧灯臭久的时间，按示范一下，像按臭捧灯，像按用臭灯嘛。很舒服啊，动速松。看手机的时间，像那按用放下来。这已经好多个错误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像按用跳那差不多5-6公斤啦，跳那。但是你放下来的时间，等你的颈椎两边可能也承受的重量会到你是5公斤来嘞。意思是讲我的头5-6公斤，可是如果我这样追剧，我其实让这边颈椎承担的压力强度你是5-6公斤，太可怕了，你是嘞。你是不是你就感觉是个妈妈比比？我有妈妈比的时间，我有妈妈比比。你可能你两边按讲颈椎5-6节、6-7节，两边可能一个神经出来为候不扎到了，你是个妈妈比。上次因为还有甩手我来按球滑手机，跟滑 iPad， 我还会觉得手麻，还会就手跟妈妈，我还要甩一下，甩才会卡好。还有说注意一点咯，还有一点嘛，像按用臭灯有冇？要臭灯的时间，你感觉该臭到哪位？我觉得你现在臭到腰啊，你的压力在腰，什么？没错，你很厉害。你看臭按用的时间，你看按你拍。背弄碰的了，好碰的时间，腰椎，你感觉动向松，我觉得很轻松啊，动向松啊，很舒服啊，你看多吻合。但是因为力量垂直下来的时间，你抽也是抽，腰压力在腰，压力度绕过。抽，上次你感觉你的脚骨开始会慢慢比别时间，
会干过的时间，按用错下来拄好你的腰椎4、5节腰椎第5节肩椎第1节，计先紧出来位数可能是10度咧。哇！你就讲我了麻麻痹痹，所以讲按错的时间，错长落，错长的时间，按用错长的时间，如果你病人你是不跳，你感觉手骨手放屁股底下，还有你感觉屁股吗？是不吗？系是不哈？因为感觉用硬硬的，该说按用坐骨，因为按用错点，错到你的坐骨按用长走的。坐骨有吗？有，按用错长，好，按用整个垂直的力量往下走的时间哈，传到坐骨去，按腰椎卡木尾，有没有受到额外的压力？就当兵啊，你随时做一些就很像走兵用嘛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对，这个就是对的，压力吧。但是按用讲了哈，按用讲姿势千变万化。错。好，按用错走的，但是你买30分钟，你30分钟要听痛一下，变一下。我阿弟，不论你用你错到标准啊，唔标准，30分钟都会痛一下。还有动作会让大家都不用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张总来讲。你上堂节目讲到，我下触碰的，你其实先看系注意，系模仿，你系讲公园切叉，系嘛时差时动，就系讲打麻将打鬼啦，哇，有时候得不偿失哎，哦，对不对？全身肌肉酸痛哦，讲来讲去还系讲，不论你用嘛个姿势，30分钟还很容易都听痛。听痛一下，好。像俺讲到姿势哦，千变万化啦，吼，冇标准的姿势，标准姿势是讲。按用错移类的时间，卡唔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。好，但是像刚按用讲，按用错做得冇，嘛做得啦。可以，按用很舒服也是可以。时间冇太久啦，哈，时间冇太久，你可能5分钟、10分钟，因为听痛一下，变一下，冇错到按用，好，看电视机叫佢调一类，我刚刚按用做唔得咧，按用调一类时间，你要过咯。该受力如果卡台哦，所以讲姿势哦千变万化，因为按用错买做得，结果跳一轮压力更大吗？你跳过一轮，这不是很棒吗？你想想看，有个东西帮你扶着脚，结果是压力更大，结果压力大哦。因为太累的时间哦，因为贵肾，因为你按用错脚的时间，后背该紧跳啊，按讲肌肉啦、韧带不一直。放灯就该啊，是讲就较磨练的，磨练是因为气的时候，开始瞬间啊，我知道，就很像橡皮筋啊，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这个腰这边的那个韧带从你橡皮筋，你一直是紧绷的拉着，但抬架还把都要用动速松，其实你也该韧带还用很紧绷，还用赖呢，结果你一红一段时间，它更用力，所以它才会造成用力，所以赖到嘞。所以你看这个后门动刀哈，不过讲到了，大家是不是讲啊？俺狗眼啊，不论是打麻将啊，然后讲哇看有冇追剧，有冇其实我就觉得啊，没有关系，俺狗眼该触俺走得去走一下，比如说按摩啊，走溜啊，系冇俺一走动到，比如俺没走得去电疗、复健科，某是哇，真的动头是洗下柔。这其实大家这要呼吁这个观念要注意。要注意啦。俺讲哦，上次有症状有冇？症状可能要俺讲热敷本来技术做得提供血液循环啊，让你的腱条帮不用卡强松了呀哈。但是原因哦，可能像俺讲公园做太多的事情，讲腱条了动会痛的时间啊，你可能去做热敷、帮你按摩啊哈，卡强松嘞。但是假使你感觉哦，你如果卡过一落位，还未痛，原因哦，久的时间你敢听痛啊，你敢听痛的时间，你腱条啊，所以变较硬搞时间久的时间变按讲到，原因会演变成按讲50间，50间非常严重，50间动阳虫，因为复健时间好，复健该时间好长，所以讲原因哦，可能你感觉俩痛，你做原来。原因可能以卖伤pass，怎么样？一些药布用贴布哈，贴布用搭电啦哈，或者买一些药膏涂来膏啦哈，
不用卡亮啊，卡强松啊。但是假使你疼痛的时间，关节活动没有那么灵活的时间哈，千万注意到。嘿。所以简单来讲是讲，比如讲你不管你是用稍许热敷机，还是讲你轻便宜让你肿瘤，都治标不治本。全治标。哦，大家要分别一下，係咩酸痛到疼痛。对，因为刚才讲酸痛，可能2-3日一礼拜过后，你比较舒缓。疼痛，刚才西上讲的动作的关键啊，比如你一下痛，你就会开始去。让它现阶段立刻舒缓。可是你有没有黑工？你没有去管它，它搞不好越来就像50间，染因为因为人动体拐，阴动体拐，就是你这样动会痛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这样动。我觉得人真的会这样，比如说啊，你这样会痛，我就尽量不要这样。所以你越来越久，你不去维持，它会就你痛的姿势你都你重改时间，结果它更严重。所以这动复查来意思是黑工。可以简单的讲，你有区别什么是酸痛，什么是疼痛。因为东西哦，那公司来发，普通人可能嘛莫买地啦哈。不过你的疼痛吼，会影响到你的睡眠。好，假使讲，俺讲肌肉酸痛、肌肉骨骼啦哈，你会讲像你跳哪啦，好胸脏好像讲胸腔或腹部的样器官的疼痛啊，俺讲肌肉骨骼系统哦，你感觉你的疼痛痛容易会断掉，不然水母好，该一定会看。本性上看。本性上看，嘿，上次可能你假使哦，你啲酸痛，你从你来健跳，从上次你有按讲到像网球作用哦，做动作的时间，网球做，你可能来健跳会卡好，但是你可能2-3年你来一下会卡好，但是你还会痛。你嘛会看，背上看一下，较好。其实还有动作要注意吼，因为你譬如到大家都准备一种吼，系讲你受到伤害嘅时间，就得观察一下。希望你是讲，你看这个有一个 POLICE 的狗仓，你讲第一，像然后保护，按昨天按讲啦，像家行有示范，用慢训练肌肉力量有嘛吼，你先保护自己，因为然后可能你一下。因讲做运动，老膝盖比啦，因做咩爱老自身那用啥来比，做点骑极重，爱骑可能骑30公斤，骑10公斤，好，你有老爱比，你有骑30公斤，咁伊可能就较容易受伤，所以讲，因讲运动的时间哈，上次你可能你做得在。运动的时间赖多嘞，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在哪里啦。比如宽让是猛男宽，简单来讲是渐进性，错，T2。好，所以讲第一摆首先哦，假使你受伤的时间哦，先休息，休息的时间你做得慢慢做，因为你按讲像按脚掌片头有冇？抱头的时间，片头的时间啊，你做得先按弹性绷带。那个拖以来，好，但是可能伊嘛唔会拖，该买很欣赏，因为通常做一先拖，因为你按脚骨，我们叫扭伤的时间，搞一拖的时间看唔会肿以来，看唔会肿以来，了解。但是接下来按讲适度活动，秋白按讲受伤会休息是总的。疼痛，按观念会改啦。这好重要。好，因为按总得完全休息。上次你会疼痛一下，等于可以负担的重量会疼痛。好，还有假使你手上萎缩、卡风，有中医来做冰敷。不要注意不要冻伤，要注意。冰敷的时间做在10分钟到15分钟，按是好嘞。好，加压水按讲弹性绷带落去拖起来，水膜的时间后，触电的时间脚骨卡过以来，卡本心脏水平面比心脏高的位置，让它循环卡好来。哇，你看哦，哇，今日系没有几多修复动态，我像主任来讲一下，大家是不是了解动作嘅地势，还可以多润痛，而且我不管用，你平常就是要多动，而且是润痛哦，所以呢，希望你所有嘅乡亲朋友看，你今日嘅节目修复动态，所以天天下来呢，除了私募主人之外呢，所以让大家来强下来做润痛了。
好看福喜來咧節目嘅鄉親朋友，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，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也記得留啲影片分享出去哦。